嗱，而家新一代嘅電風扇除咗可以幫你消暑解熱之外，仲可以幫你消毒、殺菌、除味，成為你屋企嘅清新機㗎。講緊咧就係身邊呢一部 Powerliving TP800等離子殺菌坐地無葉風扇，佢能夠殺死98%細菌，令到你嘅空間環境更加乾淨清潔㗎。咁到底佢有幾好用呢？今集同大家一齊試試啦。嗱，先講下 TP800嘅殺菌功能。其實佢用咗一種叫做 DBD 雙極遮蓋電離技術，聽落好似好深奧。簡單啲嚟講，佢會釋放出好似提子咁樣嘅正負離子束，將空氣入面嘅細菌、霉菌甚至係病毒包住，然後直接將佢分解，或者令到佢喪失活性功能㗎。嗱，唔係吹水㗎，風扇有晒實驗室嘅報告，證實可以處理到冠狀病毒、甲型流感、大腸桿菌，甚至係裝修最驚嘅甲醛同埋 TVOC 都可以幫到手，而且仲拎埋 ROHS、CE 同埋 CB 嘅安全認證，用起上嚟自然放心好多啦。嗱，再睇下佢個樣先，機身咧真係夠晒 slim 嘅，放喺屋企任何一個角落咧都唔會佔位。佢淨重只係得 3.62 kg， 就算係女仔或者老人家單手都可以拎得起㗎。嗱，雖然佢輕，但係佢有一個好紮實嘅圓形底座設計，就算行過唔小心揩到嘅話，都唔會咁容易跌落嚟㗎。最重要就係佢無葉嘅設計，屋企有小朋友或者有毛孩嘅家長，唔需要擔心整親手腳啦。嗱，風力方面又係點呢？呢部機有成80度嘅送風角度，一般250尺嘅廳或者係房都絕對夠用。官方仲話佢對比同級對手嘅風力強咗30%。嗱，你睇下啲風車吹到起勢咁轉，就知道佢風力有幾勁啦。嗱，雖然風力夠，但係其實都好慳電嘅，功率只係45瓦，佢仲有10段風力咧俾你慢慢調校，加埋有9個鐘嘅智能定時。如果驚小朋友瞓覺吹得太耐會凍親 ，set 翻個 timer 咧就搞掂啦。另外機身有埋空氣質素4色燈嘅顯示，可以隨時睇翻空間嘅污染程度。嗱，除咗手控之外啦，仲有遙控嘅，遙控嘅範圍咧都可以好遠，試過隔咗半個廳咁闊都可以 control 得到。嗱，至於噪音方面啦，運作嘅時候都唔會話太嘈。咁我做咗個實測，大家一齊睇睇。嗱，今集同大家分享咗 Powerliving TP800等離子殺菌坐地無葉風扇。嚟緊天氣就越嚟越熱，細菌都會滋生得比平時快㗎。如果屋企能夠添置翻一部有殺菌功能嘅電風扇，一家人咧就可以舒服、涼快又健康咁樣過一個夏季啦。嗱，如果大家對電風扇咧想知多啲嘅話，就可以留意翻影片下邊有描述，我會將相關嘅資訊留俾大家作為參考㗎。好啦，今集咧就講咗咁多先啦，即將會有更多家庭電器產品同大家分享嘅，我哋下條片再講過，拜拜。